来继续来到南投3月初4立委的补选，是国民党的老县长林明珍，甲民进党的蔡培慧来顶高机，再去抽高啊！蔡培慧1号，林明珍2号。蔡培慧抽中第1号。 前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嘛捌出战南投县长选举的蔡培慧，这摆高代表党参选南投立委的补选，伫共党的努力团口号中留着1号。为南投坐一口气，蔡培慧为南投拼第1。共党立委林静怡、黄秀芳等人一阵政治人物陪蔡培慧来到选举会，留着3月初4立委补选的号码。另外对手国民党是由老县长林明珍参选。 林明珍伫现任的县长柯淑华甲南投市长张家摕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准备留口啊。信心十足就是要努力因为选举不能掉以轻心林明珍伊有信心十足的气势留着2号，由4个现任的政治人物陪同，展现无共款的气势。 除了2人参加补选以外，还有无党籍的罗玉君加国家公益运动党的陈崇干，分别留着3号加4号，拢想要争取南投的立委。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